为着要来推广这种滑轮的运动，也就是伫个陆地上来出赛。台中市运动局甲中华民国滑雪协会伫个后里举办全国青少年的锦标赛，大家互相来教一下这个滑轮的实力。一听到比赛声，大家赶紧冲出去。这个甲初赛运动要讲的体育项目是罗罗斯基，即讲伫后里办111年全国青少年的锦标赛，有真个选手是为新北包车落篮比赛。可以让自己的体能变好，然后体格也可以变好。传统式是会运用上肢，然后自由式是会用下肢。台中市政府嘛讲，用比赛方式培育少年的选手，会使备战明年加拿大世界青年锦标赛，甚至前进冬季的奥运。台湾出去的优秀选手参加冬季运动这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都可以从台中来培养来养成。这摆比赛总共有50位选手参加比赛，希望讲会使培育更加多在地高手。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